婚姻，你嘛会使叫我西瓜。啊，讲到做工课这件代志吼，人拢讲上趁钱的工课有两种，第一个咧是卖冰的，第二个咧是做医生。所以咧，我学生的时阵吼，第一个工课咧就是去卖冰的饮料。啊，恁知影迄个厨房吼有偌热？以前迄饮料店无像即摆遐舒适呢，以前饮料店是无冷气的呢。啊，煮茶，啊，该煮料，啊，煮到规身躯干，啊，毋过。虽然厨房足热的，不过我嘛是做认真拍拼，为着就是有一天啊万不离吼着刷，啊会使送去陪，安尼我就会使熟悉医生我在陪医生。所以饮料店吼，就是趣味的代志有足侪，啊无闲起来吼，敢来跳舞的，比如说入茶，啊搁倒茶，入茶倒茶，啊变啥物咧？炸裂黄豪平。一起炸裂黄豪平，炸裂耗子哥，一起炸裂耗子哥。啊，就是安尼开始我另外一段的人生，为饮料店跳打球场，跳出一条人生的新的道路。啊，你若讲我的人生是一杯饮料，安尼我的料吼一定是足粗糙的。你问我的甜度敢会使调整？我甲你讲，无法度，我这是遮尔甜。哎呀！